150年前的牡丹社事件，伫过去的历史课本拢无用原住民的观点来看历史事件。即阵有民间业者和学者是伫3档前呢，开这3档的时间去到部落调查，落尾把这口述内容用展览呈现出来，希望外界用不同款的角度来思考历史。 这个牡丹社事件之后呢，当然对于台湾来讲，最大的影响就在于说，这个清帝国对台湾的统治呢，开始呢更加的积极。用图片甲资料呈现100年前牡丹社事件了后，清朝的统治分野，亲像乡村城、五鸾背灯塔等等，有民间业者甲学者、公部门等等合作，经过3档的地方调查，用原住民的观点做主体，用展览来讲牡丹社事件。 那事件的主角牡丹社人的观点，我们大家很少会去谈到，或是我们很忽略到这个情况。那所以我们这一个展览是希望尽可能的去收集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些研究或是口述历史。 历史学者表示，牡丹社的相关资料真侪拢是日本、台湾的研究，欠缺原住民的角度。因透过记录的访谈等等，希望将牡丹社后辈的观点，安怎伫事件后甲琉球人共生，也搁祖先捍卫家园的精神，呈现给外界知影。诠释或是理解说，为什么当初高士佛社要把这个琉球的漂民就是杀害的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怎么样跟这些被 杀害的这一些的琉球遗族，他们怎么样去做和解？主办单位嘛表示，希望外界透过展览，体会过去无听到的在地声音，嘛对无同角度来思考牡丹社事件意义。展览伫华山文创园区，展到6月7日，接落来会转去屏东来展出。记者陈阿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